大家好啊！波仔近排收到幾個有關 Wilson Audio Sasa V 嘅查詢，似乎大家咧都好想知道 Sasa V 同埋第9代 DeWalt Puppy 究竟有啲乜嘢分別喎？嗱，首先我哋響聲箱方面着手啦。Sasa V 嘅聲箱咧，其實都係採用 Wilson Audio 自家研發嘅 X、S 同埋 V 物料製作嘅，不過響體積方面咧，Sasa V 就明顯大過 DeWalt Puppy 一個碼啦。而且 Sasa V 仲配備咗上級型號先至有發燒友俗稱為樓梯嘅吸進式時間相位修正裝置，方便用家咧按照聆聽距離，仲有耳仔同埋地面之間嘅高度進行更精確嘅擺位調校，令到唔同頻段嘅聲音傳輸速度都可以保持響一致嘅水平，將結像清晰度同埋音場凝聚力提升至最理想嘅境界。至於單元方面咧，Sasa V 都係用咗第9代 DeWalt Puppy 嘅單元組合，包括磁鐵背部裝咗 3D 打印碳纖維密封室、CSC 半球形絲質纖維高音，當然唔少得震盤表面設有特殊紋理嘅7寸直徑 Quadramax 中音啦，仲有2隻8寸直徑搭咗雙磁鐵回路同埋長沖程音圈嘅低音單元。分音方面呢， Wilson Audio 自從收購咗 Wheelcap 之後，基本上全線產品都用咗質量更加出色嘅 AudioCap X WA 銅箔電容，配合自家研發嘅 V Cable 內部接線，仲有糅合專利 V 物料同埋不鏽鋼素材先天優點嘅 Acoustic Dialog 避震釘嘅組合，令到 Sasa V 嘅整體表現出現前所未有嘅大躍進。